而家同大家講解點樣填寫簡樸房認證申請表。填寫申請表前，請細閱相關嘅申請須知同注意事項。簡樸房認證申請喺2026年3月1日起可遞交到房屋局分間單位專責小組。填寫申請表之前，請先確認相關嘅單位同埋申請人係唔係符合申請資格。首先，申請人一定要係單位嘅唯一擁有人，或者已經攞齊晒其他業主嘅書面同意先得。而申請簡樸房認證嘅分間單位必須位於住用建築物或者綜合用途建築物嘅住宅部分。你嘅申請可以按照相關嘅早鳥優惠計劃獲得相應嘅認證申請費減免。遞交申請前，請準備好你嘅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單位嘅業權證明。如果單位並非由你單獨擁有，你必須取得其餘所有業主嘅書面同意。如果以公司名義申請，需備妥公司授權文書。另外，你必須提交由指明專業人士已備嘅核證報告，證明已申請簡樸房認證嘅分間單位符合居住環境最低標準。甲部申請資料。如果你嘅單位已經有寬限期登記編號，請記得填寫相關嘅寬限期登記編號，方便查核你嘅申請係唔係可以獲得申請費減免。請填寫已申請簡樸房認證的分間單位數目。跟住，請根據土地登記冊或業權註冊嘅記錄填寫單位地址。請喺適當嘅方格加上剔號，然後填寫你嘅個人資料。乙部樓宇單位擁有人資料。跟住填返擁有人嘅資料。如果申請人已經係唯一擁有人，呢部分留空就得。如果有其他擁有人，就要填寫佢哋嘅相關資料。如果擁有人超過2名，請填寫附加頁。丙部分間單位營運人資料。如果你嘅分間單位由其他人，例如二房東或地產經紀代收租金，佢哋都係營運人，請填寫佢哋嘅相關資料同埋分別負責嘅分間單位房號。請根據指明專業人士核證報告內嘅圖則填寫分間單位房號。丁部已委任的指明專業人士的資料。請填寫你委任嘅指明專業人士嘅資料，包括專業資格類別及註冊編號。戊部申請人聲明。申請人需簽署同填寫日期。如果以公司名義申請，需由獲授權人士簽署，並蓋上公司印章。己部分間單位住戶資料。最後係己部，呢部分係選填嘅，主要用於收集分間單位住戶嘅資料作統計用途，例如租金水平、住戶申請公屋嘅狀況等。雖然係選填項目，我哋都建議各位根據實際情況盡量填寫。遞交申請表方面，你可郵寄至尖沙咀郵政局郵政信箱90888號。另外，你亦可以於辦公時間內將申請表放入房屋局分間單位專責小組位於灣仔告士打道5號稅務大樓30樓嘅投遞箱。如果你已登記至方便家，亦可直接前往簡樸房專題網站提交電子申請表，呢個亦係最快捷方便嘅方式。